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南六甲区公所举办模范父亲甲选结婚的表扬大会。 每一个爸爸伫咧厝内，拢担起真重要的角色，不管是对家庭的付出，或者是出国打拼，为着要感谢爸爸的付出，六甲区公所选出你来在位模范老爸进行表扬，现场的气氛是热烈滚滚。今日借由这个父亲节这个表扬活动，来让我们六甲区的我们的 居民对父亲的说出的感谢啦。这摆若模范父亲得奖了，另外嘛7对选结婚的夫妻嘛接受表扬，画面是真使人感动。结婚现在很简单啦，但是要经营一辈子，这60张非常的困难。这摆表扬大会，六甲区公所嘛特别结合防灾防疫的宣传，嘛因为最近天候的疫情是真严重，佮加上落雨，希望民众拢爱加注意健康，欢欢喜喜度过父亲节。 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